由畜产实验所甲农业改良场共同举办的2022农畜联合开发日甲26届种苗节，伫咧4日盛大举行。现场数十间单位贩售自家出产的优良产品，吸引大批民众到场选买。台南市长黄伟哲也特别出席，为活动宣传。农委会许多研发的研究的成果，包括畜产类、包括农产类、包括种苗类，都是非常厉害的。但是借着这个开放日，可以跟民众做一个沟通，这是最好的。而且过去都是单独开放，有时候号召力这个1+1大于2，所以说这次联合开放日，我们已经看到现场万头钻动，人潮汹涌，可以知道民众很喜欢来畜试所，很喜欢来我们农委会的相关的研究机构。在活动现场，会当看到各种农地产业者前来摆搭行销，其中有一档特别引人注目，因为因的产品不论是养生茶饮，也或是保健品内底，拢有加入鹿茸，甚至连少年人爱啉的调酒也无例外。柠檬味比较重，喝起来蛮清爽的，很甘醇，很好，很顺。如果跟你说里面有加鹿茸，你相信吗？我喝不出来。台湾的水鹿、台湾梅花鹿是台湾原生的鹿科动物。那原来台湾的养鹿农民大部分都把鹿当作副业式的经营，就只有单纯卖个泡个生鲜鹿茸、鹿茸酒或磨个鹿茸粉。那台湾鹿茸公司呢，就是说长期在畜试所这边辅导我们从一个农民、农场，然后进阶到农产行，再进阶到生技公司。那把这个产业链做上中下游的垂直的整合，那把一个鹿的产业的文化做一个更多元的发展跟发扬。打得到台南地区杰出经理人新创事业奖的台湾鹿茸生技公司执行长林坤峰表示，进驻畜产所育成中心透过产官学合作，对着鹿只进行多用相关生物技术演化应用，提升鹿茸相关产品的价值性，将鹿茸产业带到新的蓝海。原来我们在养鹿的技术是希望说能够再有突破，所以跟畜试所这边开始先做鹿的人工生殖技术，把人工生殖技术发扬跟扩大，然后串联起来。那生殖技术发展的稳定之后呢，我们的产量开始走向规模化、经济化，而不是以往的只有做副业式的经营。所以我们开始做整个鹿产品相关产品的价值化。我们以养生的主轴，以价值的主轴，来把鹿茸产业带到一个更新的蓝海。林坤峰多年来带动鹿产业经济发展效益，已经扭转鹿场肮脏恶臭形象。一路行来，得奖无数，伫100档得到全国10大新农奖，108年得到台湾畜牧事业奖以及科技农业精创奖，109年得到台湾百大 MVP 经理人奖，11年得到台南优质农产品认证，111年得到台南地区杰出经理人创新事业奖。伊也期待未来国产鹿茸的优势，加上创意行销，和台湾鹿茸的演化成果，会当备受国际市场认可。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